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2月初9。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2篇12节到28节，列王记下卷第8章第1节到第6节，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4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做工。咱昨有讲到即个新约的概念啦，吼。咱今日要搁进一步来讲到上帝会做工啦，吼，伊的工作安尼吼。简单来讲，就是讲新约是上帝的工作啦，吼。新约既然是上帝的工作的时阵，咱要来思考的是上帝安怎做工，哈，也是讲伊所做的是毋是咱会当理解，也是讲上帝所做的代志到底是安怎的一回事？这是咱今仔日要三角来思考的代志。上帝所做的总是超越过咱的想象、咱的了解以及咱的能力所会当做的。所以牧师想要提醒的就是讲，千万毋通想讲伊嘛要有我嘛要有安尼啦吼。别人的病可能受到医治新约吼，所以吸引侪人就去追求相关的医治，那安尼是叫做医疗，毋是叫做新约吼。所以咱毋通袂记住上帝做工袂安尼机械式的阴谋逐个拢做共款的安尼。上帝有看人的需要，照伊的旨意来完成来做伊的工。就算是咱咧讲现代医学，也无法度用上款的药上款的即个量吼，叫每一个人食了反应也是效果拢共款。咱若去看医生，你就会当发现，特别是你看一个新的医生的时阵，医生总是爱用一寡药来试看卖你的体质、你的身体状况来调整。慢慢调整到适合的药品，还是讲适合的即个剂量希望会当达到上好的效果啦咱最近所面对的即个武汉的肺炎咱台湾被称作模范生啦咱拢总有928个即个确诊的病例。拢其中有812个812个是即个境外的即个病例，拢总死亡有9个人，844个人来离开即个隔离，也是讲咱讲已经医治好势虽然咱咧讲台湾是世界前3名防疫的国家啦。有真优质的即个隔离的病房，有真好的即个医疗的团队，相款的照顾的疗程，相款的专家伫后面咧做指导，会记犹原会出现即个病重的病例，甚至有迄种死亡病例。最近死亡的是一个英国的老先生。因为每一个人身体的状况拢无共款，伊的情形无共，伊的需求嘛无共款。上帝要伫咱身上所做的工，嘛是安尼，照咱每一个人的需要来回应。咱看见迄个互伊丽莎救活的思念的囡仔，甲伊的老母听着先知的话，因为伫犹太地以色列的所在有饥荒，所以因就逃出去外口7年久的时间。当饥荒过了后，因就对迄个非利士要搁倒转来伫以色列的所在。咱知影离开这冬，有真侪代志拢改变啦，所以因要去见王，希望会当讨倒转来因家己的邦产土地。但是真趣味，真拄好，因拄着即个王呢，咧即个以利沙的奴仆
基哈西来探听伊丽莎白行过这个新约。当基哈西咧说明迄个受到伊丽莎的新约对4个活的查甫囡仔时阵，拄啊好，这个思念的妇人人母仔囝也出现伫迄个眼前，伊准备要来以色列王来讨因的财产。因此，迄个基哈西就讲：哦，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啊。所以证实基哈西所讲的话是真的。嘛，因为安尼，王就下令讲，爱将这个妇人人吼，伊的房产来归还互伊。不但安尼，含伊安尼离开7冬的中间，照算吼，伊的田内底所出产的农作物的分额嘛，还互伊啦吼。所以想看卖啊，一个顺遂，一个寡妇，伫迄个背景的中间，伫迄个时代中间，入去伫王宫王来求讨讲伊的即个房产爱还伊，敢有可能会有即种结果？安尼结果，拄好是上帝搁做一摆工，显明一届新约嘛。虽然毋是对4个月，这嘛毋是透过先知伊丽莎所做的。虽然甲伊丽莎有小可一点仔关系，因为咧讲伊行新约的代志。但是严格来讲，即届真清楚是上帝亲自安排伊显新约，互即个流亡拄啊好倒转来的妇人人，不但会当领到伊的房产会通大，即个互伊会使来得到即个有物件通好食。这是一个真特别、无共款的一个新约的一个代志。咱也看见伫即个亲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有分条、火条，上帝甲因三甲弟弟的保守，这拢是上帝咧做工，拢是即个真特别的新约上帝照家己的旨意，看逐个人的需要，然后去做工，来去帮助人伫生活中来经历主。虽然咱真侪时阵拢有坚持要家己的想法甲作为，但是上帝依然透过咱来去做伊要完成的工作。咱看去保罗甲巴拿巴，虽然因为即个马可的关系有意见顶悬会袂合，甚至争论，但是因后来真和平的分开，行家己的宣道的路线。真侪时阵听到兄弟咧讨论即段事，就拢来问讲为什么啦？因常问的就是讲为什么马可第一摆要半路就倒去啦？也是讲有人问讲，为什么保罗无爱互马可搁一届机会啦？也是讲为什么巴拿巴要坚持无爱听保罗的话啦？嘛有人讲为什么两个人要冤家啦？当然，牧师认为咱去追究这咱无法度存在伫圣经内底去找着答案的问题的时阵迄无啥物意思啦无法度帮助咱来真自即个看到迄个圣经的焦点，看到真正的教导啦。所以牧师的建议上，咱应该问讲，为什么上帝允准安尼的代志发生？上帝透过这项代志要做啥物货？上帝透过安尼，甲即个初代教会的宣告，的即个路创了搁较宽，敢毋是有2条线做伙出去咱并无看见保罗、巴拿巴、马可继续冤家彼此无合，我想毋是啦虽然因的立场真明显无共款，但是因依然尽因的本分，传主的福音。最后，牧师要邀请大家来想看觅，伫咱的心
身躯，还是讲咱的性命周围，咱的生活周围，有啥物款的代志发生，是上帝咧做工，是上帝的心意。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2月9号。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2篇12到28节，列王记下卷第8章第1到第6节，使徒行传15章36到4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做工。我们昨天在厘清一个神迹的概念哈，那我们今天想要进一步再来谈谈什么是上帝的工作了哈。应该是这么说，简单的说就是神迹就是上帝的工作啊。所以昨天我们讲的，不是因为某一个人啊，某一个先知啊，某一个有名的牧师啊哈。所以上帝所做的总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了解以及我们的能力所及。上帝要做给我们的，当然就是我们所没有办法做的嘛哈。所以牧师在这边要提醒的是，千万不要想说，因为别人有，所以我也要；因为别人能够病得医治，所以大家就被吸引了，就去同一个地方追求相同的医治哈。不要忘记上帝所做的工不会像那种机械式的、盖模子式的，啪啪啪啪啪，每一个都一样。上帝会看人的需要，然后按照他的旨意来完成哈。即使是我们说现在的医学，也无法用相同的药、相同的剂量，叫每一个人的反应和效果都一样。好，医生，特别是我们第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面对这个新的病人，他总会去要试试看体质、身体的状况，试着给药，试着调整到最适合的药品或是那个剂量，那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现在这种台湾呢被称为武汉肺炎防治的这个模范生啊。那我们台湾总共有928例，到目前可能29例哈，又增加了哈。这个在这样的确诊病例当中，我们有812例是境外移入，然后总共有9个人死亡，有844个人已经解隔离就是已经痊愈了。那虽然我们台湾被称为全世界前3名的防疫国家，这样的优质呢的这个防疫，我们有优质的隔离病房，有一样的照顾的疗程，有一样的专家小组在后面指导，但是我们仍然会出现重症病例，也会出现这种死亡的病例。那是因为每一个人身体状况都不尽相同，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能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他会按照我们个人的需求来做回应。就像我们在面对那种病人，每一个人状况不一样，就有不同的治疗的方式在旧约圣经，我们继续又看到那个苏念的这一对母女，那被以利沙所救活的这个孩子跟他妈妈听了先知的话，因为饥荒呢离开了以色列，就逃走了去逃难了。经过了7年之后，等饥荒过后呢，又听先知的话，然后就从非利士要搬回以色列。可是当这7年当中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嘛所以他就去见这个王，要索回自己的房屋与土地。非常巧的是，竟然遇到这个王在向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呢探听以利沙曾经行过的神迹。当基哈西在说明那一位曾经被以利沙以神迹救活的从死里复活的孩子的时候，苏念的妇人跟他的孩子就出现在眼前，准备向以色列王呢要回家产。
附带的就变成一个实例证实了基哈西所说的话是真的，不是捏造的。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王就下令将这个妇人的房子呢来归给他。不但如此，就连这个妇人离开的7年当中，田里面所出产的农作物的量也归给他。想一想啊，在那个时代，那样的背景，一个寡妇在王的面前，可以要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吗？我们想一下哈，想一下。若不是上帝的计划，若不是上帝的做工，他有这样的结果吗？有要回自己的房产，又有不愁吃穿，这样的结果不正是又证明了上帝又做了一次工，又显了一次神迹吗？虽然这次不是透过先知以利沙，也不是什么病得医治啊，或是死里复活啊，虽然这是跟以利沙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就是他之前行的神迹，严格上这次是上帝亲自显神迹，而且非常清楚的，使得这一位流亡国外刚刚回来的妇人，不但可以领回房产，得以居住，也正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他有云柱有火柱同行保守，这个都是上帝的工作，是神迹哈，是神迹。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旨意，看人个别的需要，他去做工，帮助人，让人在生活上能够经历主。即便是我们有时候很坚持自己的想法跟作为，但是上帝仍然会透过我们，去完成他的工作。保罗跟巴拿巴因为马可的关系，有了意见上的纷争。后来他们算是和平的分道扬镳，各自去走自己宣教的路线。时常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讨论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都会问为什么。那最常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马可第一次要半途而废？为什么保罗不给马可第2次的机会？为什么巴拿巴要坚持带马可？为什么他们2个要吵架？有许多的问题呢，其实是无解的，我们只能说可能这样子。因此牧师认为，去追究这些不存在于圣经记载里面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帮助的，没有帮助我们去了解圣经真正的教导是什么。牧师建议我们应该要问，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上帝透过这件事情做了什么事？上帝透过这样子的事情，让初代教会宣教的路更为宽广。原本是一组，后来变成2组，到不同的地方去了。至少我们没有看到圣经记载保罗、巴拿巴、马可继续为了这件事情争吵。虽然很显然的，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看法。最后，牧师想要邀请大家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事情是上帝的工作？不是，虽然不是那种病的医治啊，就最微小的，我们去注意看看，上帝在点点滴滴当中的工作跟神迹，我们去发现看看。